在地消息来关心苗栗白沙屯拱天宫妈祖进香，今仔日是第5天。昨昏是对中华丽水去到云林的拿来，今仔日透早5点，搁再起驾，经过斗六派出所甲医院等等，早起是歇伫个云林县政府。这路线甲英国无啥共款，沿路的民众也虔诚求平安。白沙屯妈的乱叫入去到云林县府的亲民大厅，县府的人员甲民众拢大力拍扑啊欢迎。苗栗白沙屯妈北港进香来到第5天，日透早为斗六流中的福德宫起驾，沿路停驾伫斗六派出所、医院、火车头。这届是头一届停驾伫云林县府。我们希望妈祖她的庇佑，可以让我们云林县每一个角落、每一个乡亲都得到最好的照顾。是3、4次了，那这一次是第一次跟着妈祖，就是从白沙屯一路走到现在，走到县政府。县府表示，今年行山线会当讲是打破英国纪录，因为去年白沙屯妈嘛是行彰化社头二水，不过伫中分大桥进前煞雄正月入去落水溪北边的产业道路，落尾是为西螺入去到云林。啊，那211是头一届行中分大桥，为拿来入去云林县，会当讲是真罕你看。最感动的吼，阮感动的，阮拿来人的福气。阮拿来人等一天已经等200年啊，这届第一次写历史。OK， 旧年到遐就搁考一遍的，到遐过。啊，旧年有敢做可笑的无？啊，这届有这过了，你我大家感觉足幸福。来到云林拿来斗六到斗南市区，民众是拢排队免软脚卡。白沙屯妈北港进香是目前国内各地头的妈祖进香行上远的，来回大概爱300多公里。今年拢总98暝，按算23中昼会到北港的朝天宫。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。